好姐姐，我而家幫你拍片揾我個老闆嚇。係啊，姐姐你叫咩名啊我叫 Fanny，？OK，我叫你 Fanny 啊。Fanny，你今年幾多歲我今年38歲， ？OK，結咗婚未？我結咗婚，有冇小朋友？我有兩個仔，兩個仔幾多歲啊？第一15歲，第二8歲，8歲。咁如果你嚟香港做嘢，有冇人照顧啊？照顧公公，唔係，你嚟香港，如果你嚟咗香港做嘢，你嗰個兩個仔有冇人照顧啊？我老公啊，OK，好。你喺香港做嘢，照顧乜嘢人？係咪第一我照顧公公，照顧公公照顧咗幾耐？照顧公公4個月，佢做生啦。跟住佢就走咗啦。係啊，跟住我做嘢，公公過來啊，4個月。OK。咁公公個女之前有冇請工人㗎？冇嘅，冇嘅。OK，好。嗱，你嗰4個月咧點樣照顧公公啊？要點樣幫個公公㗎？幫個公公做啲乜啊？要？幫佢復診啦，為佢做運動，幫佢按摩，使唔使按摩？按摩啊，係啊，按摩啊。咁但係公公咧，佢自己行動咧係可以嘅，即係佢沖涼啊嗰啲係得嘅。冇問題啊。OK，好。咁你使唔使煮嘢俾公公食？係啊。食啊。你煮啲乜嘢俾公公食啊？佢煲湯，酒菜、蒸魚、蒸粥啊。煲粥，使唔使煲粥？煲粥有時啊。好，非常好。嗱，如果要你照顧啲老人家，佢可能係行動唔方便嘅，比如你要幫佢沖涼啊，幫佢換尿片嗰啲得唔得啊？冇問題啊。OK，咁另外就係你驚唔驚貓同狗㗎？驚啊。唔驚，好。嗱，希望快啲幫你揾到個老闆，等你翻過嚟香港，好冇？好冇啊？等你快啲，好 OK，好，拜拜。拜拜，thank you。